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艾柯喺媽媽過身之後，親身體驗同歸納出5個療癒心得。1. 食多啲蛋白質同蔬菜，試下唔好用甜食嚟麻醉自己嘅悲傷。2. 唔好餓親自己，就算冇胃口，身體都要有足夠嘅營養先至可以撐落去。3. 冇心情就唔好勉強自己接電話，俾自己獨處嘅空間，唔需要勉強去應酬人。4. 唔好急住清理逝者嘅遺物，慢慢嚟，等到你覺得自己準備好先至去處理。5. 俾時間悲傷慢慢消散。悲傷嘅情緒唔會一次過爆發晒出嚟，佢可能會拖好耐好耐，呢個係一個正常嘅過程。你嘅傷心、你嘅眼淚、你嘅唔捨得，全部都係正常，唔使逼自己快啲好返，唔使覺得自己好軟弱，俾啲時間自己，你嘅親人就喺嗰邊，佢好想見到你好好咁生活落去。悲傷係愛嘅另一種形狀。唔使急，慢慢嚟，你會揾到路行返出嚟。